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第2任宣誓就职，主张国家发展的4个面向，也强调台湾未接受一国两制。中国国台办批评蔡英文宣誓就职的内容，批评台湾破坏和平，想要独立。不过，咱的陆委会也回应讲，时代早就无共啊。国内连续13天无增加病例，疫情指挥中心针对挂嘴暗的交通方式有建议，上部人士入境也要爱规划。总统蔡英文甲赖清德在今仔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15任的正副总统，也是总统蔡英文的第2任。这回受到疫情影响，就职典礼变甲真刚性，甚至是头摆甲总统就职演说改对台北宾馆去。蔡总统也提出讲，未来要做的4大面向，在咧两岸关系部分也强调和平对等，台湾无要接受一国两制。另外，修宪法也是未来重点，也会成立修宪委员会。总统誓词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总统蔡英文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对立法院长尤锡坤手中接下中华民国之印、用典之印，宣告甲副手赖清德斗阵展开第2任任期。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示宣誓人赖清德。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国安会秘书长顾立荣，府内新人事正式到位。前副总统陈建仁是甲家后一手离开。这摆受到疫情影响，总统的就职演说头一摆改到台北宾馆举行。我要向你们所有的人致敬，所有的台湾人都是英雄。蔡英文跟赖清德很荣幸能在此接受各位的托付。就职演说，蔡总统提出三来国家发展的4大面向：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民主深化。首先强调台湾的防疫表现，点名防疫团队接受致谢。伫上受关心注意的两岸关系，是搁再讲到胜选时的这8字：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也对习近平话话承担责任，避免对立甲差异扩大。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这是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下届4年，蔡英文要继续改革、优化政府体制，各方面要提升无平均的战力，改善部队管理制度，而修宪将是这任期的重点。立法院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攸关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政体制改革议题能够被充分对话，形成共识。蔡英文认为，司法改革也伫转型期，在未来4年内要推动国民法官制度，也重新清查清点，行政院组织改组工程，更加讲到监察院的转型。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在今年8月跨牌成立，落实人权立国的理念。而在疫情结束了后，首要挑战是经济，提出6大核心战略产业，要让台湾成做全球经济关键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针对就职演说的部分，拢无讲到中华关系，而且也拢无讲到这个9二共识，只强调讲无爱接受一国两制。中国国台办也随批评民进党的政府，讲是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针对着中国遐尼坚持9二共识，咱的陆委会却认为讲时代早就无共啊。总统蔡英文讲一口就职演说，针对两岸关系，搁一改强调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基本原则，绝对无接受一国两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是回应讲，民进党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9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勾结外部势力用疫情来拼独立。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绝对不替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态度是打真的。中国学者是认为讲，就职演说跟2016年比起来拢无进步。在他2016年的讲话里边提到9·2会谈，但是在这次讲话里边他没有提到，这是一大缺憾，是一个退步。要在立法机构成立所谓的修宪委员会。是否是为法理台独预留一个空间？
蔡英文伫咧演说当中向中国发声，希望会当重新启动对话。毋过包先科认为讲，爱先看伫什么款的基础来进行对话，是两个国家，也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需要处理清楚的前提。针对中国针对9·2共识，刘宇辉是认为讲，历史已经改变。我想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了，这些部分已经不需要再去重复了。拒绝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坚定的底线。我们不屈服，我们不挑衅，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一致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绝不退让。刘委会即届嘛来反击国台办的统一讲法，若是立法已成立修宪委员会，感谢去协调敏感的两岸议题。邱水正认为讲，宪法修改点数是真严格，需要社会关注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5月20日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头摆发声明祝福，肯定蔡英文带领台湾民主鼓舞世界，强调美国甲台湾的关系会愈来愈深化。另外，也有美国的官员甲友邦用影片侮辱台湾的防疫甲祝福，连日本的官方长官也伫记者会顶头表示台湾是因的兄弟伴。另外，针对6都省长只欠韩国瑜伊无来。总统蔡英文第2任的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头一届发声明，恭喜蔡总统第2任期，也推销蔡英文带领台湾民主的勇气，希望鼓励区域甲世界。国务卿表示，在蔡总统的领导之下，台美关系必将持续欣欣向荣。伫咧就职典礼顶悬，美国白宫真侪官员嘛感谢台湾伫咧全世界对抗新冠肺炎的时阵对世界的医疗贡献。白宫副国安顾问朴明佮以全中文来致辞，点名世界卫生组织袂当把人的性命放伫咧任何政治考虑，敦促其他国家和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把挽救人的生命置于任何政治考量之上，选择人民自由而非政府的压制。外交部表示，朴明伫咧美国白宫主要负责美国政府对亚洲的政策。朴明对台湾真友善，真侪甲公开肯定台湾的民主自由甲良知。另外，日本众议员、英国上议院、下议院副议长，还有台湾友邦国家海地共和国、诺鲁共和国等等真侪国的元首，拢以影片来表达祝福。总共有47个国家甲国际组织200外政治人员来祝福。Son Excellence Madame Tsai Ing-wen. We assure you that we continue to stand with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stand up for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嘛转达蔡英文总统的推特，恭喜蔡总统连任就职。日本官房长官关基贵早起嘛伫咧例行记者会面顶祝福蔡英文，感谢台湾捐200万的税援予日本，嘛希望未来当继续强化台日的合作关系。台湾は我国にとって基本的な価値観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ると思います。若是国内地方首长、台中市长罗秀燕、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郭文泰嘛拢有出席，毋过拢无加讲啥。在整个国家的大事、重要的庆典，让中华民国更团结、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往前走。王部无讲要参加侯友宜，后来强调国家团结，落尾确定出席。6都首长内底，敢若面对防罢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无出席就职典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5月20日下晡，行政院召开临时议会，拄接文化部长的李英德表示，因过4年前部长郑丽君的成绩是真好，对伊有真大压力。另外，金管会主委也同日交接，新任的金管会主委黄天博强调，金融监理应该爱超然独立、公平公正。蔡英文开始第2任期，新的内阁嘛正式上任，内阁成员坐规排做伙来翕相，气氛是真和谐。行政院下晡嘛随召开临时议会，苏贞昌嘛退出落来内阁工作，确定方向。公共支出要增加的这个时候多一点、快一点，前瞻建设2期也要加。趁这个时候把那些在偏远的孩子、在偏乡的部落，这个时候就趁这个机会，看能够做给他。若是来接郑丽君的新任文化部长李英德接受访问时阵表示，郑部长的表现予伊压力真大。针对文化部的业务，文化艺术团体意见也搁伫咧了解。这个立军障碍呢，是对我来讲是相当的压力很大。不过我看因为他这个4年的努力啊，在文化的，就是文化自己的法制面这个建构的非常好。
金管会新旧任主委下晡交接，伫咧行政院政委罗秉成的感召之下，新任金管会主委黄天武对落任主委柯立雄的手接下应讯，强调金融监理应该超然独立、公平公正，以国家利益为主。金融监理是我一生的工作，也是我的志业。而顾主委任内推动的金融政策，均将继续贯彻执行。黄天武表示，金融监理是伊一生的工课，嘛是职业，会用大公报颁布的理念，不动不卖、不私不忘的4项精神，来做金融监理的志愿。前主委郭立雄表示，希望经过2年8个月，大家会当肯定伊是一个金融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就职总统了后，也正式登到民进党去接伊的党主席。前主席杜英台落任，秘书长也交予临时邀接人。蔡总统也发布3项新的任务，除了邀请更较侪人加入党以外，也爱予少年人一寡机会，也强调讲爱强化网络社群，也特别设置一个网络社群中心。总统蔡英文5日即天会任民进党党主席，这是伊第5摆担任党魁，完成交接了后，也亲自下达3项新任务。除了邀请更加侪大台派加入民进党，更加要提供少年世代机会，甲强化网络社群以及人才的培育能量。今天站在这里，一样的会议室，一样的楼层，对我来说就像回家一样。新陈代谢是政党维持竞争力的不二法门。民进党需要采取行动，争取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才能够贴近社会的脉动，让民主不断的进步。我要向全体的先进党员跟中执委们告退，我会从这场大改革的行动中告别。杜英台宣告完成任务，下任党主席也离开公共职务。秘书长一职也由罗文嘉交办予选前的操盘手，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世耀。党内人事换会，重要职务由少年世代接手。林辉鹏甲担任总统府发言人的林和平拢担任副秘书长。竞选团队发言人颜廖峰、廖泰雄是担任务情中心加新成立的网络社群中心主任。党务团队有资深党工甲立委，更加有真侪7年级人士。网络的社会已经来临了。那如果任何一个政党不能与时俱进，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之下能够超前来部署的话，恐怕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民进党动用真侪少年新秀，伫咧选前时引起围堵的吴怡农是要接任民进党智库新境界基金会副执行长。蔡英文搁再担任党主席，其他新团队新任务，应带予民进党全新的前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国内已经是连续13天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咯。交通部本地规划讲，对6月开始要分做3阶段取消防疫措施。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有挂催暗的前提之下，伊同意袂自由做开放食物件。也若客票的部分，认为讲爱甲商务一境做伙讨论，而且商务人士来台湾的检疫规定，也阁爱有详细规划。国内连续13天零确诊，第38天无武汉肺炎本土个案出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特别传水果玉荷包奶汁代表真侪零，希望确诊个案继续归零。看到前面玉荷包那就代表会有很多零了现在代表都很多零，希望能够继续持续。随着疫情历来，交通部原本规划一系列开放做法，包括6月起开放商体饮食物件，5日做连假起恢复客票甲自由做，8月起取消挂喙암、量体温这做法，10月取消边境封锁。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讲，伫挂喙암的前提之下，伊同意袂自由做，开放饮食也无意见。不过伊反对开放卖客票。返乡的人非常多，造成非常困扰。那我们建议最多也只是做一个有限度的开放就好。那讲有限度的开放的意思就是反对嘛，而商务人士来台湾也确定放松，指挥中心讲，考虑来台伫厝检疫14天，可能影响短期的商务行为，因此依照外籍人士各级疫情风险，伫厝检疫天数缩短为第5到第10天了后自费采检，阴性应出外，不过依然爱健康管理。7天之内它的一个确诊病例数的比例，那大致上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或者比我们稍高一些的，我们就认为它风险是相对的低。
指挥中心讲，即阵拍算开放疫情增加风险的国家，亲像纽西兰、越南，也有低风险国家，亲像澳洲等。而详细情形甲实施日期也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开始稳定，接落来就要进入振兴的阶段咯。振兴消费券当时会当实行呢？经济部处长王美花也表示讲，振兴券会有纸本甲电子票证的两种方式，按算6月会公告，7月会正式实行。国内武汉肺炎疫情长好，到底政府什么时阵要进入振兴的阶段？这振兴券又搁要安怎发，引发外界关注。透早经济部处长王美花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相关的细节要有实施的时间，拍算6月会公布。因为也涉及到跨部会，所以就由院里面这边统一来确定最后的细节跟行程。像现在暑假是7月15嘛所以院那个有提到说我们7月来实施。王美花表示，为着刺激消费，也该考量要安怎避免替代性的消费，所以振兴券会向互民众更较利便、更较好使用，而且有效刺激消费3个大关节来规划。若真正捌想讲要用电子支付的方式来设计振兴券，引发外界批评。王美花表示，即阵纸本也有电子支付这2项拢有在规划。电子支付有没有风险？好，当然是有风险，否则就不会被害了嘛。好，所以呢，本席一再的认为，你振兴经济不要兼顾电子支付，况且你的电子支付存在高风险。市长您怎么看？这个未来这个部分我们确实会在收集大家的意见，不同的消费族群做一些不同的设计。王美花强调，振兴券要有带动消费的效果，才有路用，所以行政院会统一来规划。即阵当伫咧规划振兴抵用券，会和国内旅游做伙结合，亲像伫咧桂梅这部分，每一个房间会有800块的抵用券，适用的范围包括商圈、夜市业、餐饮业、艺文产业，每一项拢会使有200块抵用的扣打，而且无分县市，全台湾拢会使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的金巴利舞厅，因为有病例去行大过，搁再加上中央政策限制，在今日下晡总算会当恢复营业咯。这开店虽有人起来，高雄市政府也表示讲会派人去查，看敢有实际登记。另外，台北市在今日也针对申请要复业的酒店、舞厅进行徛拼者 App 训练课程，也安排因会去检查讲业者的公共设施敢有安全。上紧在这礼拜四，就业者会当复业咯。员工出入境得做准备，大门口打红纸，写入场的注意事项。无论是虾米人，入门就爱先量体温、喷酒精。高雄市金巴利舞厅下晡2点恢复营业，不过业者甲员工低调，无愿意受访。有顾客是专工来捧场。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对。今天是来支持谁的啊？有特别指定的？我的好朋友。没有，因为透气。1月底，因为较近的大商捌去过舞厅，金巴利迄当阵被迫爱停业3天消毒。4月初9，佮为着防止疫情摊开，中央宣布全台湾的酒店、舞厅停业，金巴利第2遍停止营业。若是即马疫情较缓和，高雄市8大行业全面解封，要求业者爱落实实名制，啉酒爱保持社交距离，跳舞嘛爱专程挂嘴罨。在今天的晚上呢，高雄市政府呢会针对呢开放的详细的状况呢进行呢相关的我们会勘和勘查针对实际执行的状况来看是否呢有不顺畅的状况。那么如果说有需要改进的作为呢，高雄市政府也会跟业者呢共同的来商讨来讨论如何改进。高雄市8大行业全面复工，台北市是用 App 实名制。目前已经有41间酒店、舞厅申请复业，按申请的顺序安排公安检查，而且伫中山分局进行 App 的训练课程。受训完成，然后开业的时候，我们会确定他在现场可以实际的操作实名制，我们会再给他复业许可的同时，我们也会去确认他的实名制的使用状况。若是照台北市府的规划，上紧2月开始就会当有店家复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车头大厅，因为疫情关系，对2月底开始禁止民众坐伫涂骹，也禁止饮酒会。本地台第2想要继续禁止，却引起民众反弹。交通部政务处长王国材今仔日伫立法院表示讲，疫情稳定了后，会继续开放车头大厅，不过因会改做是安排座位限制时间的方式来做管理。
康快台北车站乌白旗搬过大厅，对2月底因应防疫需求，打着民众禁止伫遮会合的广告，有动线甲清洁程度拢提升，代替原本拍算疫情了后继续维持落去。不过消息一传出来，赞成恢复，也有反对的伫网络上一直辩论，甚至有民众计划举办挤逼台北车站的活动。交通部长林佳龙希望代替用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网络上现在在讲是说，有人在社群媒体发起礼拜6要坐爆台北车站。疫情过后会重新开放，但是会重新规划。对，为什么要重新规划？因为过去比如说对于搭车的人的这个阻碍，还有包括一些观战的课题，这个部分在台北局会做一个这个重新的规划跟宣布。交通部表示，台北车站袂永远袂互人坐。会规划座位也是采时间限制这方法，和赞成反对的意见拢顾会到。这就像你自己家的一个门面，为什么不到你家去做？你家的大门、你家的客厅可以容许人家这样做吗？对不对？而且其实我们这个对原住民、对这些外来移工也是不尊重。为什么要让他们在地上坐？我是外国人，我就是给他们坐来，就是坐来可以坐一下，因为就是。这个是 public 的 area， 对不对？就可以做啊。交通部强调，7月底进前拢是在疫情期间，代替会在疫情过了后提出方案，到底是毋是爱有座位，倒一时段会用坐，动线变怎安排，会搁再做规划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肉品公司博邦集团拍算伫咧花莲要起过来的市集场，当地居民是一直反抗。虽然讲花莲县政府19有宣布讲有可能会考虑撤销因的牌照，不过凤林镇的民众在今仔日也行上街头游行，要求县政府就要直接来撤销因的牌照。为着拒绝博邦集团来花莲去市街场，为凤林镇、寿丰乡、光复乡、甲玉里镇的1000外个民众，也有部分地方的民意代表，拢主动去応援。虽然花莲县政府已经伫19表示会撤销伊的牌，不过大家是不爱相信。昨天县政府下午紧急发文，说他们考虑撤照，我们不相信，我们不要考虑这2字，我们只要他。决定撤照。互民众更较生气的是，今仔日县长原本伫咧凤林有一场甲民众对谈的时间，县府说伊伫防疫期间无适合群聚来取消。不过县府早起的采访通知是县长市政委要去参加人点头的剪彩，抗议的民众敢若会当甲陈情书送去镇公所。大家知道县长今天行程在干嘛吗？他今天在麦当劳开幕。他去麦当劳开幕卖普丰集团的麦克鸡块跟麦脆鸡，却不来我们凤林这边开香米时间，这样对吗？市政委早起甲剪彩的活动取消了后，下晡3点，阁专工发采访的通知，要去议会拜会议长。不过议长人也阁伫咧凤林，咧处理博丰的案件。也若市政委嘛头一届对博丰的案件，敢要撤销伊的牌来表达意见。业者愿意跟所有的乡亲来说明，我们希望乡亲也能够给业者一个机会，一个倾听。如果乡亲还非常不能认同，我们也会予以撤照。博丰集团是透过书面声明，已经收到县府考虑要撤销因的牌的通知，不过强调开发案一切拢有合法，会尽量甲花莲乡亲沟通，而且得到大家理解的责任，嘛会另外选择时间，阁对外向媒体甲社会大众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世界卫生大会 （WHO） 在今年的会议已经结束了。不过，会议结束进前，世界卫生组织194个成员国是无条件通过爱进行武汉肺炎疫情的独立调查，包括调查 WHO 的行动。虽然讲咱台湾今年参加无到，不过国际声音一直咧挺咱台湾。亲像帕劳的卫生部长伫咧会议当中，伊就哪讲话哪目屎流。伊讲疫情爆发了后，台湾是头一个援助帕劳的国家。Taiwan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lend Palau a helping hand, followed by many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present at this assembly. Taiwan and many of our allies knew that our country was vulnerable, so they made tremendous sacrifices to give Palau all the equipment, supplies, and training that it needed. 讲到台湾有斗3天，别流卫生部长忍袂住目屎怎忍落来。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伫咧日内瓦时间5月19进入第2天的议程，有邦是替台湾赞声。别流的代表伫咧发言的时阵就讲到，台湾和其他国家同款，拢伫咧替全世界公共卫生伫咧拍拼，也协助保护其他的人的健康。结果煞无法度入场摕到门票。别流是搁一届呼吁 WHO 爱邀请台湾用观测员的身份参加 WHO。
不过中国也是主动台湾，批评这个服役根本是政治操作。不过美国是随搁在表态支持台湾参加 WHA。但是仍然有少数国家执意为台湾当局说项，严重违反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相关决议。We join countless oth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o today have called on the WHO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Taiwan to the WHA. 中国说落来又搁再反叫，讲美国继续伫咧插这项议题，互人无法度接受。美国甲中国全歹面相看。同一天 ，WHO194个成员国也通过后边法案，要求调查国际伫咧应应疫情这部分的危机处理，包括 WHO 的行动进行独立而且全面性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南韩。南韩各地头的高中因为3月武汉肺炎疫情关系，全部拢停课啊。本地讲，在这个月20拍算要予高中3年的学生登去学校上课，不过却发生讲，伫咧仁川有2位高3的学生去治疗武汉肺炎，也害得仁川甲安城地区75间学校该停止上课啊。今年的教育局长徛伫学校门口，为学生量额头的温度，并个学校的教职员为学生喷消毒酒精。南海高中为3月中停课了后，为了让学生准备11月大学考试，20号高中3年的学生登去学校上课。 친구들이랑 선생님을 다시 이렇게 대면으로 만날 수 있다는 게 되게 설레고 그렇긴 하지만 또 이제 그 안에서도 생활 방역을 또 많이 좀 철저하게 지켜야 되기 때문에 다시 확산되지 않게 하려면 그래서 좀 걱정도 많고 우려스러운 부분도 있지만 그래도 얼굴을 본다는 것 자체가 좀 기분 좋은 것 같습니다. 南韩统计19日天全国增加32个确诊患者，20日打恢复去学校上课，都传出仁川地区有2个高3的学生患着新冠病毒，和仁川安城地区差不多75间学校要求学生先回去厝，也是暂时莫回去学校上课，因为仁川就是爆发补习班老师隐瞒职业出现群组感染的地区。当局认为确诊的学生可能是伫 KTV 位着。 지금부터는 학업과 방역이라는 두 마리 토끼를 함께 쫓아야 되는 두 마리 토끼를 함께 잡아야 되는 긴장된 국면으로 들어서고 있습니다. 日本疫情伫稳定了后，也未解除紧急状态的关西三府县、大阪、京都甲兵库，嘛伫过去1礼拜，甲感染患者减少到平均10万人，无到0.3个人的程度。故国利益对互关西地区全面解禁。基準については大阪府は現時点ではクリアしていると思ってます。僕自身は緊急事態宣言は解除されるべき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因为疫情2月下旬暂时关闭，大阪城天守阁嘛伫20重新开放，和民众帮体温挂嘴暗了后，用实名制方式入去参观。这是原本要伫8月7日举行的第102届日本全国高中棒球锦标赛，嘛就是下跪甲主园比赛。因为烦恼学生练习的时阵会发生群组感染，决定取消比赛。这嘛是疫情了后头一摆停办。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 讲到美国人为买着互防疫加添一寡趣味性，着一间餐厅设计一种亲像踏车的车轮刀啊，人客若是客小碗就会弹开。另外，伫咧纽约有一个公园，伫咧涂骹画圆箍箍啊，人只要会当伫圆箍箍啊内面活动，实在是真特别。 这食饭的人客，一个人一桌，桌也有1.8公尺宽。就算甲隔壁桌的人客较做伙，嘛有维持社交距离。这是马里兰州大勇城一间餐厅发明的桌啊，桌也是用汽车轮仔的内顶做的，下骹有架啊，而且有轮仔会当较好刷叮当。 看起来敢若早一个大型的救生游泳裤啊！餐厅表示，这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可以保持社交距离，还阁会当自由行耍甲食饭，而且嘛真趣味。其实这是餐厅一个新的方式。马里兰州目前豆豆啊解禁，不过餐厅要是以外送，也是包登去食等等的方式来营运。业者希望会当先准备好势，等政府开放餐厅会当户外营运的时阵，就会当较熟手。另外，伫咧纽约布鲁克林多米诺公园，民众享受日头甲看册，嘛和朋友开讲，因保持的社交距离看起来是真一致。因会当伫咧家己的裤仔内自由活动，这是为着让市民伫咧安全的距离之下，嘛会当去户外消透放轻松一下。Just put down some circles to help people just see what 6 feet apart looks like. It feels very surreal. Life has changed for like all of us, and we're all trying to stay
stay sane, but also stay responsible. 纽约市警方已经针对无保持社交距离的人来裁罚，罚金上限是1000块的美金，等于是台票3万块。虽然人甲人之间无法度像英国我真近来开讲，不过纽约市的市民是会当接受这款的做法，而且表示伫咧真严重的疫情之下，还阁会当去户外享受日头，已经真幸运啊！法国马赛消防队即马去街仔路消毒会当较轻松，这个500公斤重的机器人会当伫咧3点钟以内消毒2万平方公尺。qui est équipé de bus multidirectionnels. Donc l'objectif c'est vraiment d'avoir une dispersion du produit désinfectant à 360 degrés autour du robot. 为着要阻挡疫情，而且消毒环境，消防局表示，便若有一寡所在发现有人去互画着，就会当赶紧派出机器人出动，远端来控制，还阁会当1礼拜7天，逐工24点钟来提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斯里兰卡有一对新航路新地couple拄结婚的翁仔某，因选择伫疫情期间完成婚礼，而且登记结婚了后，随送一寡基本的生活物资，互需要家庭，也互别人分着因的幸福。新郎甲新娘挂嘴罨，手人体毋是嫁妆，是准备要分送互善食民众的物资。斯里兰卡南部的小镇马林巴达，新婚的翁仔某达莎娜甲帕瓦尼，放弃原本要伫4月27举行的盛大婚礼。伫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間，簡單完婚，先所甲物資分享給需要的人。අපි ඇත්තටම ගොඩක් සතුටුයි මේ වගේ දෙයක් අපිට කරන්න ලැබීම ගැන. අපි සාමාන්‍යයෙන් අපි වෙනදා අපි හිතන් හිටියේ අපි උත්සවශාලාවක වෙඩින් එකක් අරගෙන ඒ වගේ උත්සවය ගන්න. 30歲的達莎娜是小型線賣店的頭家，若是25歲帕瓦尼是國立學校實驗室的助理。原本斯里蘭卡因應疫情實施封城，互因的婚禮無確定會當舉行。佮加在婚期要到的時陣，當局拄好放零措施，允准民眾會當佇日時的時陣自由活動。雖然有親友可勸因愛延期，但是這對情侶嘛是選擇如期完婚。伫簡單的登記結婚儀式了後，就隨去拜訪50戶貧苦的家庭。分送基本的民生物資，親像是米、糖、茶包、甲鹽等等，嘛送7套物仔互囡仔，場面是真溫暖。另外一方面，印度18是開出火車的專車，互一寡因為封城調至各地民眾，會當轉去首都新德里。मैं बच्चों के साथ छुट्टियां में गई थी। बच्चों के एग्जाम्स खत्म हुए थे, 2 महीने से स्टक थी, पर थैंक गॉड अभी वापस आना मिला है。印度政府对3月25宣布封锁到单，上新宣布的封锁令会延长到5月31，而且实施第4阶段的规定。多数省市允准公车甲客停车营运，但是嘛是禁止航空旅游，而且限制大众集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5月20日就职典礼宣布，未来要启动修宪，成立修宪委员会。头一个任务就是将投票权降到18岁。不过，根据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修宪案必须要经过全体3分之3的立委，上无要有85位立委来出席，其中有64位立委决议同意了后，修正案才当杀出立法院。不过，这回是在野党确实也是有共识，认为要将投票权下修到18岁。总统蔡英文第2任期宣誓启动修宪，成立修宪委员会。不过修宪的条件真悬，立法院的立委拢总113个席次，民进党有61个席次，虽然超过一半，不过根据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都要立法院1/4的立委。29个提议，经过修宪委员会审查通过了后，还阁要全体3分之3的立委、85个立委出席，当中64个立委决议同意了后，修正案才会当送出去立法院。看来民进党阁要得到其他政党的支持。也呼应了民众党成立修宪委员会降低公民参政的年龄到18岁来保障青年参政的权利这是我们觉得高兴的。蔡总统今天其实也有讲说，这是最优先的要推动的议案，那我们也是全力支持。我们希望这个有共识的部分，18岁公民权这部分能够早日可以完成。针对蔡总统提出投票权调整到18岁，来做修宪的第一步，民进党甲时代力量是真肯定。也若各政党修宪的主张，大部分是针对18岁的公民权。民众党呼吁移除参政年龄的限制，时代力量是强调修宪爱单纯化。国民党加做上大的在野党，嘛赞成18岁公民权参选的年龄应该爱调整做20岁。也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要求蔡总统，若要讲修宪，都要先认同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早上乐见总统也正式回应修宪的议题，但是我们同时希望总统在接诸修宪议程的同时，
能够先对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严格内涵展现更多的尊重。执政党甲在野党对修宪有初步的共识，不过修宪案也搁要依法公告半年，经过选举人公投，有效的同意票要超过选举人数总额的一半才会使。2020总统选举的人数是1931万1105个人，那一半的人数是965万5553个人，比蔡总统选调连任817万票的纪录还搁较悬。正做修宪案敢会通过的最后一个关卡，也若最近一届的修宪是伫咧16当前，由300个任务型的国民大会代表，互决通过废除国民大会，甲立委释出减一半等等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选举进前，捌宣布4项青年政策。根据劳动部3月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显示，15岁到29岁青年，因平均的薪水是31603块。毋但薪水低、厝价甲厝税拢真悬，而且一寡少年人拢必须爱去他乡外里打拼，恐惊这是蔡总统第2任爱面对的挑战。23岁高宗儒，成功大学器官系毕业，进前伫咧外商公司上班。伊原本伫咧台北市税厝一间雅房，一个月租金13000块。即卖伊搬去新北市，甲表兄做伙睡2房1厅，每个月平均一个人爱7500。虽然厝税有较俗，毋过涨出来交通费也是互因欠袂着钱。你就每天就是工作，然后把你的工作的钱拿去付房租，那剩下的钱就仅供你生存。他不是在生活，他其实在生存。有时候我都不自觉地看自己的城市太大，但哪里容得下你？街上人来人往，成群结党，你只有自己戴着耳机喃喃自语，还沾沾自喜。伊的梦想想要做一个 rap 歌手，张翰目前伫咧旅行社上班，因为真介意算音乐，佮加上每个月厝税12000块，致使伊休困日佮去兼一份散工，逐礼拜干那休困1天。房租目前就是最大压力吧，因为就是像刚刚讲的，出来住之后，基本上存钱速度会变很慢，所以大家都会想办法要开源节流，就是要找更多的工作去补这个缺。政府这几年虽望推销社会住宅，还有租金补贴等等的相关政策，不过却一直无解决重点，无去面对解决住宅市场的根本问题。像实价登录2.0，这个承诺过青年的必须要做，这个东西的改革其实还是比方说发租金补贴是更要紧的，因为它直接去影响到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价格。台湾的城市甲庄脚是差真多，大部分的少年人拢去都市发展。要安怎减少问题，了解少年人的需求，面对青年的议题，政府需要以全面结构式的改革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杂志特别伫总统蔡英文5月20就职这天推出影片，表示讲要用武力侵犯台湾，而且佫讲1天以内就会当完成统一啊。有军事专家表示讲，这拢是中国甲人吓惊的部署。国防部也表示讲，就算中国来侵犯，也是有信心会当保卫国家。总统蔡英文520就职这一天，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杂志《南巡知识》发布模拟武力统一台湾的影片，内底讲解放军24点钟以内就会当武力统一台湾。敌军大量飞机被摧毁在地面，少数起飞则立即被击落。影片内底，中国解放军分3个阶段作战，破坏台湾的防卫系统，派战斗机攻击军舰、防空阵地，而且阻挡台湾得到外界援助，达成统一的目标。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讲，影片的内容太过乐观。24小时就可以在完成所谓的对台的军事行动，这种想法是太过云端、太过乐观了。也就是说，国军好像变成是塑胶兵，台湾的防卫力量好像变成纸上的纸糊的一样。南巡知识杂志调工警伫咧蔡总统就职这一天发布影片，虽然内容是非官方的兵棋推演，不过时机真敏感，佫一个引起武力统一台湾的讨论。专家分析，中国主要是要甲咱吓惊的。在这样的兵推的一个系统上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军事意义。它可能就是应该传达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想法，想要影响台湾民众对于就是说两岸军事安全的一些看法。中共从来没有放弃以武力犯台的野心，文攻武吓也不断的都在进行。国军绝对有信心，也有实力让敌人犯台失败，守护家园，确保国家的安全。面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国防部是真坚心。若美国军机20载起，佫一届通过巴士海峡的时阵，方发现大号是黑皮底。伫咧蔡总统就职这一天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不止啊明显。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咱的农民。有立委表示讲，今朝的价销当日落5月初时阵，产地价销还有40块，即已经落超过10块啊！要求农委会就要赶紧想办法，把价销救起来。不过，有合作社认为讲，这回价销会起起落落，主要是受到天气的影响。伫即阵台提出一笔金招，民进党立委苏振超指出，这笔三大金额伫咧台北卖105块，啊，毋过伫咧屏东的产地价销却干那剩20块，成本甲卖价销是差7.5倍。金招产地价销每台斤拄5月初40块，落到即马是剩无甲10块，批评农委会根本就无任何作为。拜托你们查看看有没有人为垄断，大家都知影有在人为垄断，但是恁查袂到。查看看有没有人为垄断，然后想办法赶快把这个产地价拉起来。实际来屏东南州的产地，会当看到采收了的金蕉，先暂时放伫大型的冷藏室保持。全国文销合作社指出，金蕉算是大宗的物品，针对市场的需求是真敏感。3、4月份因为温度较低，产量较少，所以价销才会称真悬。啊，毋过到5月份价销落落来，是因为天气变好，产量增加所造成的。价格会急速跌落，是因为气温，因为香蕉的单株重量也比较重一些，啊，天气比较热，那我们消费习性可能香蕉不含水分，所以说它的市场接受度也会比3、4月份比较低。啊，毋过合作社认为讲，这波价销的变动确实有差真济。若是要有价销稳定，除了要加强促销，嘛需要农民配合修正采收的速度，调节出货。啊，毋过立委也是要求农委会检讨。外销金蕉的价销是真稳定，运输补助每公斤10块，啊，毋过内销的价销是得真济，才补助2块4尔，并无公平。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日前的台记新闻有申报卖花，在今仔日的专题，咱要来看是种花回农。伫咧台中着回农，则拄投资上100万的设备，却碰到这批疫情。不过，这寡回农也讲，先靠政府的纾困，也是要继续坚持品质，因为因知影讲，冬天过了，就是百花朝开的春天啊。啊，伊若开一个时间，你若无甲伊销出去，伊就会冷去啊，因为花袂等你啦。当然嘛会烦恼，我就惊销袂出去的。规园的兰花开甲红艳红艳，花农正细日来采收开到7、8分的兰花。新玉兰5月当咧大出，也毋过拄着今年的疫情，国内外市场需求拢降价，价销敢若剩几块银。有当时啊花销袂出去，我就是像迄初15啊，我就会去迄菜市啊，啊，就沿路摸卖啊。疫情期间，民众咧抢物资，无要抢花，也毋过花农的产园管理，煞一点仔拢袂当放任，赶快来对季节的节奏来采收发财。价钱再纵然不好的话，你嘛是爱每礼拜施药杀菌，这个管理的物件，你嘛是爱逐工去做啊。有你等到疫情好的时阵，你就拢着病啊，拢无花好出啊。啊，咱的市占就去啊别个国家哦，去人摕去啊。疫情期间无了解的风险来出货，花农甲喙齿筋加力硬冻，农委会补贴外销刺激内需的政策，对花的价销帮助嘛有限。9月、10月是绝对是无好的啦。啊，佮拄着即个疫情吼，阮拢会甲即个药吼，请工甲即个药种除掉。虽然唔甘农民目干会当甲花价拄掉，希望自主减产会当加减来稳定后一季的花价。也毋过已经投资落的护病这设备，几若10万，算毋是讲要回收，都会当回收。拢着伤，啊，今年想讲开这路也有法度收着，结果佮拄着这个疫情，佮愈害。尤迪清讲，为着要开发日本以外第2、第3个市场，保持汇率适度的冷藏供应链系统，就是输赢的关键。去年投资的啦，啊，就是差不多开500万啦。尤迪清为后一代要接班做好准备，煞拄着疫情来乱，伊讲好佳在政府有纾困减免利息。第4代，因为已经从小看到大，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啦。国际上，还有越南、荷兰这竞争对手。台湾花农伫咧疫情期间，有愿采取上悬的标准来管理，就是要随时来保持台湾花蕊上好的状态，掌握国内外的每一场订单。
记者由郑州玉水台中报道。伫咧英国的科学期刊就有一项上新的研究，讲全世界开始放射了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开始伫咧落。4月逐天的碳排放量，甲去年同一个时间来比是降17%。不过，知影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恐怕对地球暖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菲律宾因为疫情已经慢慢较落来，本礼拜已经陆续允许民众回来工作。首都马尼拉的街路上也马上出现车流。真侪无交通工具的民众伫路边等待坐便车机会，希望赶紧赶到公司。Unang araw ko po ng pagpasok ngayon, simula nung pag-lockdown na. Ngayon na almost 30 minutes na ako naghihintay ng mga sasakyan, nagbabaka sakali. 相款情形也出现在泰国首都曼谷，公路上四个拢是车，大众运输工具人也袂少。离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更加是在解除封城了后，搁再出现大塞车的情形。घंटा हो चुका मेरे को 1 घंटा 15 मिनट पूरा प्रगति मैदान तक जाम लगा हुआ है。随着真侪国家疫情慢慢落来，陆续解除封城，路上的车流搁再出现，也原本因为疫情而改善的空气品质，亦搁面临恢复到原来的情形。根据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期刊最新的一份研究指出，根据全球69个国家伫封城期间的碳排放数字，在4月份碳排放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7%，其中敢若是中国、美国、欧盟地区甲印度就占了整体降幅的2/3，相当11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进一步指出，若是全球经济在今年6月中旬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今年的整体废气排放量会降低4%。若是风车的做法继续延长到今年底，整体排放量会降低7%。虽然是第二次大战了后降上多，不过对于减慢气候暖化的帮助仍然有限。根本制度也是各国趁疫情期间赶紧提出改变能源使用的基本方针，对普适经济转变成做绿色经济。若无空气品质的转好，只是一时的，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更加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学生的班级当中，有一位风纪股长，台东县教育处认为讲，风纪股长有威严的意涵，因也发文给学校讲，要求学校来撤销风纪股长这个干部名称，也将管理的责任交代给老师。若讲到校园内底风纪股长，学生的头一个印象是啥物？恰妹妹，很有威严，对，可以管得动大家。风纪股长负责管班级的秩序，但是嘛真够互同才看做爱甲老师斗了白的角色。台东县教育处长林正宏的感受就特别深，因为伊伫学生时期嘛捌做过风纪股长。的确，我从小大概也有担任过风纪股长的职务啦。那其实，在担任风纪股长期间，难免因为要做秩序跟管理的工作角色，所以跟学生、跟自己的同侪之间，或许会有一些冲突的情形。林正宏表示，风纪股长带有一寡维权的意义。最近教育处已经发文给台东县内各中国小取消班级风纪股长的职务，甲管理秩序的责任交予老师，希望会当减少同学之间的霸凌加冲突。其实风纪股长取消，那学校其实他们还有很多替代的，例如说，他可以用关怀股长，或者是说自律股长或自治股长来协助老师从事班级经营。那一旦他其实直接说不要风纪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还是会回归到老师在班级经营里面，他到底怎么看待风纪股长这件事情，或者我现在换个名称，我不用风纪股长，所以他这根本还是没有办法回来解决问题。用超过半世纪的风纪股长去互取消，全高中表示。台东算是开头一个，但是嘛是爱注意，敢会有换汤无换药的情形发生。若是其他县市教育要对咧做，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伫维权时期，风纪股长就亲像班级的警察，但是即马警察亲像保护社会的人，爱管秩序，嘛爱处理疑难杂症，所以爱看教师安怎引导这个角色。目前台北市无按算要对台东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关灯国小，因伫咧推广实农教育，因也争取到经费，起到一个真大的温室。即老师甲学生囡仔伫内面创啥咧？咱做伙来看卖。学生做伙伫温室内底采收草莓，一粒一粒按搁大粒。这是台南关灯国小校园的温室。学生看到家己种的水果生甲遐尼水，感觉真有成就感。可以体验农夫的感觉啊，还有种水果，收成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可能会有点辛苦，但是收成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果实很漂亮，就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
那个休业式的时候，我们班就是有一起来种草莓，然后现在也快过几个月就要毕业，可是我们却可以采收到这些草莓，是真的很开心。学校请真侪的专家来教囡仔种菜、种水果，甚至是种寒电的特产菱角。因为开放的空间加减有虫害问题，后来才起这间150平的温室，升级种植的场域。希望讲会当互囡仔学着讲以后要来育种，讲迄代唔足适应的。吼，就是讲伊的口感啦，伊的迄个甜度，吼香味。对囡仔讲起来嘛是足大的帮助，本身嘛感觉真有成就啊。因为尤其囡仔做出来新的品种，你会感觉较欢喜。那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科学的一种实验的探索、探究，以及所谓科技的融入，是未来孩子所必须的一种相关的一种知识、技能或者所谓的素养。老师和学生利用无同的环境来试种甲观察，大家做伙伫寒电国小的温室内底研究，目要培育适合平地种植的草莓品种，不仅有初步的成果。学校表示，未来产量若是有够，会和社区斗阵来分享。记者综合报道。有100年历史的西丽福田宫，因拢是用行的。当去家己铺子配田宫进香开会，进香的一寡物件也拢有保存落来，因也期待讲未来会当做一个电台。安带咱遮信众要铺子较早进香的时阵啊，因的头期就是用写。诸位详细小解，已经超过100年历史的婚林西丽福田宫，当去家己铺子祖庙甲做进香，这个挂会活动自日本时代大正15年就开始，迄时阵也留下真侪珍贵的文物。神衣的部分属于卵生的妈祖所穿的。然后神帽呢是紫帽加石片，这个目前大概找不到师傅来做，而且它的雕工，绣工也不一样，因为绣工那时候它都浮雕绣。演过互社口马穿的新衣和地的新帽，不管是材质也是工，即阵拢已经无地找。不只个因为庙方用心的保存，后来庙里参拜的信众，也是会使透过这寡古文物。见证早期的历史，了解特别的故事。伊的材质是乌心石，咱台湾的乌心石，佮加上伊是八人宫的大桥，所以讲本身就较大顶。朱委表示，早期的妈祖銮桥是用特殊的雕刻工法来做，外观看起来有2层，不过因为十八个柴伤重，即马已经无得使用。另外，伫3月底甲做进香，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改做简单办理，也以实名制严格控管参与的人员，希望保护信众的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雪山崩坑通车了后，也来了规定的观光客。不过，一群人开始找宜兰的历史文化，希望透过产品甲导览行程结合文创的手艺，互宜兰味请甲规台湾。丧事丧事的时候，生几个就用几粒票。这开车甲无开车是大孙，头生3车，孙5车，查某囝无开车。就是讲，阮这8个伙伴，阮家己给根基甲文化物件先收集好，然后做好，以后这7、8个伙伴各自去发散，变种子的发散，然后落去大家知讲，咱宜兰的好，甲宜兰的特色所在。这群人来自各行各业，因想要用老宜兰的文化甲气味，甲宜兰的食食撒出去，所以因组成宜兰时光团队。咱这群人拢是有心吼，想要提升咱宜兰料理的地位嘛吼，大家做伙吼合作起来。因开始伫宜兰世界行踏，找找宜兰才有的老风俗，设计伫咧文史行踏行程内中，互来的人通感受到上正港的宜兰风情。阮会真拍拼，想要互人客知影讲，这的意义伫倒位，毋是讲你一个面一个饭食了就无代志啊，爱想办法互我甲我的员工，会使互这的故事，甲阮家己感受到的感动去传达互人客。有宜兰味做点滴，甲中西料理的方式甲智慧并变出创意，互老宜兰的气味用全新的面貌展现伫台湾的食食舞台。全面呢，大家一起透过这个伙伴，我们去加深这个文化的厚度的时候，咱开发出来的商业模式、旅游的导览，它会更丰富，所以它不会是一个点一个点安尼尔，咱同好是讲，咱规个宜兰的特色怎样去把它挖掘出来。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的特色甲个性。伫宜兰有一群少年家伫拍拼，一步一脚印，用因的脚趾豆豆啊画出属于宜兰食食的风景画。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的雨水可能会真大，明仔载天气咱也做回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23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6度。今日最后也带恁来去看北海岸的乐园，也感谢您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香炉的形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A. 庙内底资金 ，B. 庙的风水 ，C. 咧祭拜对象，常常咧拜，从来毋捌想过呢吼。拜关会有啥物灵啊，还是好啊，所以较无雕刻。对，所以可能甲拜神有关系吧。甲神有关系。我的答案是拜甲拜三暗时8点，恭喜台语台全家有地位。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大家最近过了好无？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祭会，就是热人的第2个祭会——小满。小满汉字写作小满，罗马字写作思幼小，无万满，小甲满。本调拢是第2调，小满嘛有人读做小满，也是小满。一般拢是伫新历的5月20到22迄附近。这个时阵，北部的稻仔已经小可巴掌，不过还未完全巴甜，所以咱讲小满季。望景岁就是讲小满的时，稻仔开始做季，田林开始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稻仔。到望景，稻仔就差不多到粉咯。啊，毋过若是伫南部，天气比北部搁较烧热，稻仔做季的时间较早，咱就会讲清明季国雨岁。小满前后，高雄、旗山。味浓，遐个金蕉开始大出，金蕉的营养成分真悬，大家会当加食过，对身体真好。甲小满的天气有关系俗语，阁有立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的这季拄啊好是当咧落黄霜啊雨的时阵，雨一直落，落袂煞。厝人若要晾衫，惊会晾袂干。毋过对做事的人来讲，到夜的雨水对作物是真重要。阁有一句俗语讲：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意思就是这个时阵真适合种物件，因为有雨水压田，食物拢会生甲真好。例如小满，小满季望景岁，立夏小满，雨水小赶。
小满梅啊花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小满这个祭开的一寡知识，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